嗨吼，萨利嘎嘎马布隆，吉米亚嘎哥。今天开始，我们要练习阿美语书写系统里面的子音发音练习。子音发音的特征：气音、色音。有的声音它是没有真正的声音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要配合母音，你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子音发声的方式。今天我们要练习的第一个子音，英文字母里面的 C， 阿美族语发音为 c， 它的声音类似注音的 z， 你要有气音、色音混合在一起变成 c， 这样子的声音，你才可以发出标准的阿美语 c。现在我们配合母音来练习5个母音。第一个母音啊，配合子音扎扎扎嘎扎嘎上升。第二个母音这力撕破。第三个子音一鸡辣了，太阳鸡辣了。第四个母音欧周朱莉吵架。第5个母音乌猪辣了，书本。好，我们现在开始练习单字。第一个单字是在自在技术带你，自在技术带你，自在技术带你。你一个人来吗？第二个单字一直槟榔。在阿亚把阿扎嘎米都一直，在阿亚把阿扎嘎米都一直，在阿亚把阿扎嘎米都一直。我们不卖槟榔。第三个单字 flat 米。Maki ati hai ning sa ku flat aku. Maki ati hai ning sa ku flat aku. Maki ati hai ning sa ku flat aku. 他的米比我多。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子音。英文字母里面的 C， 阿美族发音为 c， 的子音可以放在词首、词中、词尾。第一个单字是在它的 c 在最前面。第二个单字一直，它的 z 在中间。第三个单字 flats 米，它的 z 放在最尾端。好，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阿美族语罗马拼音 z， 英文字母里面的 c， 阿美族语发音 z。